这款的天气来浸温泉嘛，真爽快。苗栗泰安温泉风景区都来坐旅客要来泡温泉。讲这个温泉饭店元旦假期的房间，总要红注文了了咯。Hello， 你们来泡汤？对。大人囡仔穿游泳衫、抹浴巾，要去浸温泉。刚刚好。浸伫小小温泉内有够爽快，拢袂感觉会寒，因为规身躯拢互这烧水包掉咧。有人佫行入冷水池刺激一下。小腿的地方是第二心脏，那受到冷水的刺激以后，它可以把血液的脚下半身的血液往心脏里面送回来，减轻心脏的负担，然后也打通末梢的血管。这是苗栗泰安的温泉区，天气愈寒，饭店的生意就愈好。头家讲，因为寒流发威，元旦假期温泉区的饭店的房间差不多拢红订去啊。是讲温泉嘛唔通浸伤久。老年人啊，心血管疾病啊，糖尿病啊，甚至说孕妇啊，其实都不太适合泡汤。如果即使要泡汤，可能泡汤的时间要拿捏得很好。医生讲，若浸温泉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，就要起来休困一下。有心脏血管疾病患者，嘛袂使一个人去浸温泉，上好有人陪，避免发生意外，嘛会使浸甲爽快佮安全。